民间侮辱是无来，侮辱是啥？财色名，啊个食个困，咱为了财，为了钱，无得到咱真正用品质。为了名，人讲有钱就想要名，咱为了这名利带遮做，带遮挂的开。啊色就是色，毋是讲男女之间的色，就是讲咱贪欲着这外境，无得到佚佗啊。咱做要佚佗啊，就是贪色啊。咱爱看水、看景色啊，这就是贪色啊。啊，搁食啊，为着食真正，为着来讲一句说就讲，为着食乖啊，煞无挂业。真正为重食，咱会真正为着这食吼，侮辱着。啊，来就是困。为啥物我会讲困？咱无得到有班啊，像比如咱加有班、新番线的班啊，需要咱足早开呢。你若讲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哦，啊，若早起的修道人真正有功德可以利用。若无你真正无法度，你若要困到晚晚，拄啊叫地传师做伙来，你永远就袂成功了无？面筋啊，褪去茶人也怎去啊？啊，拄啊叫点传师，人点传师是伊来是正常的呢。啊，咱做一个道亲，做一个修道人，咱会使叫点传师做伙来。安尼拄啊人茶啊，怎去面筋啊褪去？永远拄啊无了解机会，互即个困，互即个困来发，我想要困较晏。像互学的祖囝啊、后生族，其实少年其实拢有即个心态，拢想要困较晏。啊，伊会扛一个呢，我就甲讲，体育班无逐礼拜有啦，一个月嘛才一遍尔。山顶的班无得到2、3个月才逐日一遍尔，你真正咱也无法度去讲嘛。啊，其实我有时，因为咱做妈妈的心肝有时冇办法，好啦，这你著我的先生就讲，因为事实讲的，咱的囡仔有时咱讲，其实咱嘛共款，莫讲囡仔，咱也无用勉强的形式。啥物代志，咱有时特别代志，无用勉强的形式，有时咱真正开。啊，囡仔嘛共款，有时咱若无去调整，咱会顺水而行。人讲顺食为贵啦，啊逆食做蠢啦。你若要，人讲你若要顺水推舟的话，你安尼你就无法度安尼辛苦啦。啥物代志你无要去突破，啊，所以有时咱嘛毋通为这侮辱吼，啊来去帮助咱心头的。啊，力守临江而不开，你亲像舍来舍掉，啊命江咱知影马啊，咱就用个江甲按住，咱就走袂去。啊命你拄啊像舍，甲你放去只马啊同款，你煞挂袂开。啊，若从名为心来练，咱若从对修学道迄种心，像咧追求名利，迄个心甲拔掉的。安尼你毋免辛苦，毋免着辛苦，讲我后摆才来修行。现在咱就会使修行，当下咱就当修行，从你追求名利心迄种心来修行。现在就当修行，毋免着讲等我食后摆来修行，毋免。所以咱甲看这个侮辱属无碍，属永远的做袂了。无碍就是无穷尽的嘛，无边无尽的嘛，无一个止境嘛。所以呢，咱要知影，性事永远是无等的。所以咱来讲大家讲物有分别，事有将事，知所先后，即近道矣。所以咱也知影讲，性事甲凡事，啥物代志先做的话，那呢，你即颗完完就你自己，你嘛就达到见性的地步啊，对。所以这就是第六重心天愿。第七，天道第七是啥？天公和蔼。天公和蔼，天道的前辈，天德的前辈将，坤德的前辈将。天公和蔼，会记甲你讲，仁德福明，利恐险。
大家拢毋爱骄傲自大的人，你足介意谦虚的人。我就来讲一个讲，因为咱讲你若无自大的心，一个感恩的人，伊就无自大的心。这是这个前辈者爱的头我讲的，因为伊讲伊有听到慧律法师还是啥物讲，伊讲咱若无自大，咱若有感恩的心，咱若无自大的心，咱就心存感恩。为虾米伊讲这个恩？这个恩还袂好看，咱若无将这个大的心甲好看，咱就无一个感恩的心。咱若将这个心大的心甲好看，好看就变成恩。所以一个无自大的人，无骄傲的人，伊就有感恩的心，对不对？我毋是咧忝伊啦，事实讲的，这以早的人咧做，伊真正有一个道理。为虾米这个恩有一个心大心？你的心足大，你足自大啊！你若甲苦快，就是感恩的心嘛。所以讲谦虚的时阵叫，讲只阮孝顺谦虚，一个知影谦虚的人，伊才会流露人格的尊贵。第一点，一个谦恭和蔼的人，伊会感觉师长的好处甲尊贵。第二点，不替下人讲下自尊，以心来求教的人，若讲谦虚会当是袂当成长。为虾米讲谦虚？比如讲，你若感觉咱做唔对代志，人来救济，咱会谦虚去受教。咱若无谦虚的话呢，讲你无得，咱无得生活是讲，你也无必要甲老的啦，你也咧讲无。你若无去受教，你无法度，你做唔对代志，你就无法度去改进，你会永远错下去。你无，因为你袂谦虚去受教，你就无法度改进你家己啦。你做唔对代志，你就无法度改进。所以呢，人讲谦虚才能受教，也当心中着咱家己，嘛当随时关心着咱家己。在一个团体还是道理上呢，人甲人之间难免会有意见袂合的时阵，有时嘛互相批评甲指责。所以呢，学校有一句话要叫咱注意一下。句话叫咱注意一下，大家做一个互相下面的，这就是学校的妹妹小学拄啊有合，拄啊有符合有这个谦恭和蔼。学校的同学讲，有好气才有道气。咱有时咱的人甲人中，咱在团体中，在道中上，一定拢会有咱会当着。所以你爱有好气。一个道场上，若讲你拄啊正确，你拄啊讲正你对，你拄啊毋对，安尼一个道气就拢无去。所以有好气才有道气，心平静当下就是真好。咱若咧争夺，咱若咧强词夺理争夺时阵，咱的心甲放落，当下就是真好。所以就做团长嘛，讲心平何乐其感，对不对？咱若心就爱平，安尼当下就是真好。君子为目的，小人为君子为目标，小人为目的。为虾米讲君子为目标呢？一个君子，一个真正修道的，伊的目标就是讲大家当好去就好啦。小人为目的就是讲，我就是要坐到尔，我的目的就是我对，安尼这就是真正一个修道的，你着爱为目标，袂使为目的。伊就讲留一寡空间，家己甲别人，凡事毋通执着咱家己对。有争夺的时阵，凡事毋通执着咱家己对，留一寡空间。家己甲别人，减讲一句，无得讲错失了机会啦。但是加讲一句，你会败代志。人讲多讲多错，祸从口出。我有咱讲台湾国语，所以有时咱若加讲一句，无得讲咱就代志拢败。所以讲有用的物质互别人，无用的福气互咱家己。人若要去争，迄有形的互伊去争，无形的咱较欠下者，无形的福气互咱家己。所以真正一个修道的人，伊是谦恭和蔼。伊若有当着真正讲有理的，伊嘛袂去强词而夺理啦，庸事伊断意啦。而且伊嘛袂去以直而欺诈，而且伊是会谦下，会谦恭和蔼。一个谦恭和蔼人，伊当流浪人格的高尚。咱讲你若拄仔济，你念了，感觉啥？
一个带啊好，讲到出大声，安尼正到阿妈本紧一粗，人讲内容无是出的啦，还是一个点点的人啊，感觉对一个，迄个做有气质，迄个有够无气质，人就感觉伫遐安尼相对，人就看会出来啦。所以呢，咱讲咱会当做家己谦恭和蔼的功夫呢，咱就是咧教育咱道中的前道亲，尤其就是咱道中的前辈者，尤其干部，咱来以身作则，咱来以身作则，率先实行，就是讲咱来行入头前看看，当着代志，毋通正到阿妈本紧才过。咱咧一记以前道亲拢咧讲，尤其咱的干部，咱的前辈者拢爱做。这是老师讲的，是学校讲的啊。这了真正讲一个减医的人的亲像一丛80岁的猪仔，伊的头会动。学校内伫这边的好小爷，因为学校的学生连人伊拄啊订一本迄手册，学校甲讲，伊学校拄有看到译者小布，伊咧写里伊讲一蕊花啦，伊讲真正谦恭，伊学校就感觉讲，伊讲白色的花，咱甲有色地的花愈袂芳，白色的花愈芳。伊嘛是代表就是讲一个谦恭和蔼，伊的内在就是足谦虚，所以伊的外在吼感觉伊足好色、足内敛、内敛，伊就感觉感觉好，伊啥物拢感觉伊足够，伊的内敛，伊足好色，伊的点点，所以就亲像一蕊白色的花，伊互你感觉伊无足水，但是伊会散发出伊会足芬芳的香味，一蕊足有色地的花。一个足爱讲大声话，足爱讲大声话，足自在啦，就亲像迄有色的花，你一头就敢看着伊，但是伊无法度通像白色的蕊花散出去遐尔芬芳的香味。所以呢，咱真正谦恭和蔼的人，才会当互咱真正不成显的。相反的骄傲的人，看袂起别人的人，绝对无法度通去成佛。因为老师有讲过讲，九品年代永远是属于谦恭和蔼的。谦恭的人，才有法度坐九品年代。所以老师佫甲伊讲，鼓励啊，恁想要成仙成佛，恁着爱谦恭和蔼。所以由此可见，咱在生活当中谦恭和蔼是正一个足重要的功夫。第8条，分道前贤。第8条是啥？哦，偷看无？其实伫迄个正面。第迄个，伊正面的壁写十条，记性文，性文就是法语，法语就是要互咱礼貌众生会当体悟的功夫之一。法语咱若听，法语嘛就是讲圣人先佛留伫册嘛，就是法语啊。咱讲书有时咱就是看册，来，因为咱老菩萨有时伊毋捌字啊，伊咧听讲师讲啊，讲师所讲的拄啊嘛，就是拢规册看来的啦。因为若学校所讲的、经所讲的，大概就是讲先佛咱老师的自文，学校规个意思吼。所以圣文就是圣。